你好，我們又見面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歡迎嚟到雨後陽光 Raymond and 汪友嘅直播節目。咁唔好意思啊，遲咗少少啦，同埋頭先聲音嗰邊呢，又好似有啲問題。咁唔緊要，希望大家都係幫下手啦，點讚、訂閱同分享，記得呢就將呢個頻道同呢個頻道嘅信息呢就分享出去，等大家可以接觸多一啲貼近啲事實嘅信息啦。有啲人繼續搞信息繭房啦，又要將啲事實隱瞞啦。咁行為非常即係無恥，不過冇辦法啊！啲無恥嘅人呢，佢哋佔據咗一啲大嘅頻道啊，繼續暢所欲言。咁呢個頻道呢，就即係有一定程度嘅危險噶啦。咁希望大家呢，就幫忙，即係真係將呢個頻道嘅信息呢，就分享出去，等多啲人可以接觸得到啦。嗱，講下即係封面嗰個話題啊。阿侵佢嗰個引號反獨戰爭嘅軍事化呢，就升級。咁而家當然就有好多法律同埋人道嘅爭議㗎啦。咁美國軍方呢，就證實就喺太平洋呢，對3艘被指控販毒嘅船隻呢，就進行咗新嘅打擊。咁呢就有8個人死咗。咁呢個呢，就係阿侵總統針對加勒比海地區同埋呢個太平洋地區佢嗰個販毒集團嘅行動升級嘅一部分。近呢幾個月呢，美國其實對太平洋同加勒比海嘅20幾隻船呢，就已經進行咗打擊㗎啦。咁尋日報上嚟嘅數呢，就係至少有90個人呢已經死咗。嗱，其實呢啲消息最驚人嘅地方呢，就係90人死咗。嗱，傳統海上緝毒係點嘅呢？通常就係攔截咗隻船啦，揾人上船，跟住搜查，跟住就拉人啦，就係執法行為嚟嘅。咁但係而家侵政府去做嘅嘢呢，就係直接打沉隻船。咁即係點做呢？美軍呢，就將嗰啲毒販嘅船呢，就視為軍事目標。咁撳個掣呢，就摧毀。咁佢個法理邏輯喺邊度呢？嗱，阿侵佢就整咗一個 executive order，又係行政命令啊。咁呢，就將芬太尼呢，就列做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嗱，大家記得喎，即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上一次講嘅呢，就係布殊咯，小布殊咯，就係喺呢個伊拉克咯。咁洗衣粉都可以當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嘅。咁今次犀利啊！今次唔係洗衣粉，今次係白粉啊。咁呢，呢個行動呢，其實就係咁樣做呢，就係當然阿侵係為美軍動用戰爭級別嘅武力呢，就係提供咗法律嘅依據。佢哋呢，而家呢啲美軍做嘅嘢呢，就唔係捉賊，又唔係捉毒販，係防禦呢個生化武器嘅攻擊。其實呢，即係佢哋做嘅嘢呢就好誇張啊！過去幾個月，9月2號嘅時候呢，其實今年9月2號呢，就發生咗一單好具爭議性嘅襲擊事件，就係雙重打擊。佢嗰個英文呢，就係 double tap。如果大家有睇槍神嘅話呢，即係阿哥哥啊，佢即係佢拍過嘅其中一套電影就叫《槍神》啊。咁呢，就係個英文名呢，就叫 double tap， 就係講阿哥哥呢，佢手槍好勁嘅，可以呢，就連發2槍咧都擊中人嘅頭部嘅。嗱，呢個美軍呢，佢就做咗2次打擊，
咁啊點樣做兩次打擊呢？佢係趕盡殺絕嘅喎。第一次打中隻船，有啲幸存者嘅，未死晒嘅啲人去打多炮，咁都得喎。嗱，啲法律專家呢，即係有評論嘅，唔同媒體都有評論。嗱，根據法律專家同 BBC 嘅對話呢，呢啲咁嘅操作呢，就喺國際法之下呢，可能會算係法外處決嘅。前國際刑事法院 ICC 嘅檢察官呢，甚至話呢，阿侵咁樣做呢，就係和平時期針對平民嘅有計劃系統性攻擊。嗱，咁啊，侵嗰邊佢就唔係咁講啊，侵嗰邊白宮呢就話唔係，我哋係根據美國嘅武裝衝突法行事喎。我哋係為咗保護咧美國避免受到嗰啲毒販將毒品帶到去我哋嘅海岸嗰度。咁美國係咪而家試圖咧單方面改寫呢個國際交戰規則呢？就唔知道。嗱，其實咁樣搞啲海上獵殺呢，有好多人都認為係針對委內瑞拉嗰個總統馬杜羅佢嘅政權。咁啊，而家當然即係有幾千個士兵同埋世界上最大嘅航空母艦，即係Gerald Ford USS Gerald Ford 呢個福特號已經部署咗喺委內瑞拉附近。咁啊可以打擊委內瑞拉㗎喎。嗱，咁上個禮拜有另外一單消息啊，正係12月10號嘅時候，美軍呢就扣咗一隻委內瑞拉嘅郵輪。咁嗰隻郵輪呢就被指控呢就係支持恐怖組織喎。咁同埋呢，而家有兩個組織啊，一個叫做 Tren de Aragua 同埋咧 Cartel de los Soles， 兩個呢都係變咗恐怖組織。咁係咪即係呢個委內瑞拉裏邊啊？即係呢啲支持即係馬杜羅嘅，佢哋講係支持馬杜羅啦。其實嚴格嚟講係委內瑞拉嘅犯罪集團嚟嘅。咁啊，變咗做恐怖組織。咁美國就話呢，咁樣呢就可以切斷馬杜羅嘅資金鏈。咁究竟有冇關呢？其實都唔知嘅。不過佢哋講係咁講噶啦，即係已經將馬杜羅呢就係定性為恐怖分子。即係嚴格嚟講係將馬杜羅定性為恐怖分子噶啦。雖然呢就冇正式咁樣講，但係佢周邊嗰啲組織啊，嗰啲全部都叫佢做恐怖組織。咁呢個美國國防部長呢個 Pete Hegseth 呢，同埋佢哋嘅國務卿 Marco Rubio 呢，預計呢就會就頭先我講嗰單嘢，即係又死咗9條，應該8條友，應該冇搞錯就係8條友，咁累計就90條友嘅。今次嗰隻船呢就死咗8條友，咁預計呢就會向國會簡報嘅。咁嗰個視頻證據之前呢一直都有人話你要公開嗰個視頻證據至得㗎。咁其實如果個視頻一公開呢，就肯定會引發巨大嘅國際輿論反彈，甚至呢動搖盟友對美國軍事行動嘅支持嘅。而家美國喺度咁搞呢，就唔係緝毒咁簡單嘅。佢哋搞緊嗰啲嚴格嚟講喺公海上搞嘅嘢呢，可以定性為一個低強度嘅戰爭。而家阿侵佢喺度試乜嘢呢？就係試緊成個國際社會對先發制人打擊嘅底線係點樣？究竟美國咁樣搞，其他國家會唔會出聲呢？對於被美軍鎖定嘅船隻同人員嚟講呢，基本上呢，佢哋行使嘅加勒比海太平洋地方呢，已經變成咗冇法律審判，係得導彈裁決嘅死亡地帶嚟嘅啫，砰砰咁就射死佢噶啦。基本上一嘢唔死
肥多嘢。而家個操作就係咁啦。